好，大家好。今堂咧就係最後一堂啦。咁啊，教完呢個科學之後咧，就要送大家上路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喺最後一堂嘅時候咧，能夠對於呢個科學精神咧有一點嘅掌握。今堂咧教嘅咧就係中國同埋西方嘅一啲嘅知識觀。咁所以咧，我呢份筆記嘅命名咧就叫《科學與人民》。好明顯啦，呢一課咁樣嘅科學精神咧，其實就唔係同你去解釋有幾多科技成就，或者唔係去問你科學上面咧中西咧各自咧有啲咩理論。如果係咁咧，我相信咧理科嘅學生係相當之有優勢啦。咁因為咧文科學生根本就冇乜點接觸，但係我想講咧，其實事實上並非如此喎。因為而家咧考緊嘅你咧就唔係講緊有幾多科學嘅成就，而係考緊你咧就係對於嗰個科學嘅睇法，即係話一個知識觀。咁所以咧無論係文科定理科咧，我相信咧喺呢一課裏邊咧都唔會話有特別有啲乜嘢優勢嘅啫。咁好啦，嗱喺開始之先咧，我就會簡介一下咧呢一個科學發展嘅一個歷史路向，無論係中國又好，西方又好，我都會做一個簡介嘅。咁之後咧先至再探究一下咩叫科學，同埋探究一下咧點解中國咧發展唔到科學呢種咁嘅精神。咁好啦，嗱如果大家手上有 notes 嘅話咧，我哋由第一頁開始講啦。嗱，咁一開始咧就會係一個科技發展史嚟㗎。咁呢一度咧就我相信咧大家咧就唔好寫落去考試卷嗰度，因為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咧部分咧嘅資訊咧係取材自 Wikipedia 嘅。OK，咁咧呢一個咁樣嘅網站啊，大家都唔係好相信㗎啦嚇。咁咧就我相信大家答落考試卷嗰度咧都唔係太過公允嘅啫。不過唔緊要，呢度咧係只不過係俾大家一個初步概念去了解一下究竟咧成個中國或者西方嘅成個科技發展史大概係點。嗱，我都唔係好認識得好深啫，咁啊只能夠咧去話俾大家聽呢一個大概嘅情況。咁啊好清楚咁樣睇得到啦，其實咧中國咧喺古代嚟講咧，不嬲個科技成就咧其實係唔弱㗎。咁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咁樣嘅錯誤嘅諗法咧，就係話啊，中國不嬲都係古代係相當之落後啦。但係其實咧，大家冇諗過落後呢個字咧係一個形容詞啊，一定有佢相對一面㗎。咁啊，對比起西方嘅國家，其實咧中國古代咧一啲都唔算落後，而且係相當之先進添。咁好啦，大家參考下筆記嗰度咧，已經可以見得到啦。其實咧，中國喺宋代之前咧，佢嘅發明係佔全世界超過一半㗎。咁咧，我諗呢一個 point 咧，你都可以寫落去啦。咁佢人民生活水平咧，其實一直係遠超其他國家。咁究竟現世點解個科學成就點解咁差咧？或者係點解會西方咁遠遠咁樣拋離咧？咁呢個就正正係要我哋去探討嘅問題啦。好，嗱，跟住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咧，其實中國嘅科技發展啦，如果我哋用一條 curve 嚟去表示咧，嗱，用 x axis 咧就係時間，y axis 咧就係嗰個科技成就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嗰條 curve 咧應該咧，就會係一條咁樣嘅 curve 㗎，而唔係大家心目中咧咁樣諗咧話係一條可能跌緊落去嘅 curve 㗎，並唔係咁樣㗎。點解咧？因為咧呢一條咁嘅 curve 咧，其實係就講緊話中國科技成就其實由頭到尾咧都係冇跌過落去嘅，只不過可能喺西方近100年或者近200-300年啦，可能忽然之間有一個科技革命或者係有一啲突破性嘅成就，導致中國咧相比起嚟咧就雖然見絕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唔好有一個誤會咧，就係覺得中國咧嘅科技發展咧係有啲乜嘢嘅忽然之間停滯不前啦。OK，咁咧就嗱，大家仲可以參詳一下咧，就係話中國咧其實咧古代有好多咁嘅科技成就㗎，呢啲咧就你哋揀一兩個嚟背啦。咁例如啊頭先講咗呢個宋代以前佔全世界嘅發明超過一半啦，跟住咧例如三國時代華佗用嘅麻醉藥，其實歐洲16世紀先至有。不過咧呢啲咁樣嘅數字式嘅背誦嘅資料咧，我諗咧我呢度講咧都冇用㗎。咁你哋有試係自己攞去背啦，唔使背好多嘅，呢啲作一兩個佐證就得㗎啦。咁背太多反而咧就會導致你咧就唔係好識得去揀邊個嚟用，咁啊個人建議背一兩個啦。咁呢個四大發明係完全取材自維基百科㗎啦。四大發明大家應該好熟，我喺度講咧都係廢話嚟嘅啫。咁啊有嗰啲咩指南針啊、印刷術啊、火藥啊、造紙術呢啲好簡單嘅啫。咁呢個四大發明顯示有啲乜嘢咧？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啦，其實並唔係大家心目中咁差嘅，好唔 OK？咁呢一個咧就正正係我想講到點解我哋中國嗰啲四大發明全部都係一啲技藝技術，但係咧就冇一啲係講係科學理論上面嘅一啲發明啦，而西方正正係一個相反啦。咁陣間就會有一個探討嘅。好，咁啊，大家如果有筆記嘅話，揭去第二頁啦。咁至於西方嘅科技發展又係點樣咧？嗱，其實咧西方咧不
嬲咧就係有一個科學精神喺度啦。去到其實係講緊希臘羅馬嘅時代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哲人，包括咧以前嘅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呢一類咁樣嘅人咧，其實咧都係有好明確咁樣咧，係講到佢哋好重視一啲邏輯思辨同埋一啲科學精神嘅探究㗎，得唔得？咁佢哋咧不嬲都好重視一個知識。佢哋好想求一個真實嘅知識究竟係點樣？呢啲咁嘅哲人咧，對西方科學成就咧，的確有重大貢獻，而且佢哋奠基咗一啲邏輯思辨同埋一啲思考方法，導致咧我哋今時今日咧，其實係有一條路可以去跟從。所以呢啲咁嘅偉大嘅哲人咧，一直以嚟咧都係我哋成個科學精神嘅一啲指路明燈嚟㗎。咁好啦，嗱呢一啲咁樣嘅古希臘嘅哲人啦，其實咧就逝世咗之後咧，一直去到羅馬帝國衰亡啦，其實之後就會成個歐洲陷入咗一個黑暗世紀，好多時候戰爭跟住侵略咧。一直係充斥住成個歐洲，去到可能咧係十字軍東征之後咧，西方咧先至再重新發現翻自己嘅傳統嘅優秀文化，有文藝復興之説啦。之後咧，西方嘅科技成就咧又重新得到突破，咁所以咧歐洲反而係有一段長時間咧，佢嘅科技發展係遠遠不如中國，而且人民水平係相當之黑暗。當時甚至人哋咧會以一個黑世紀嚟去中世紀，人哋話係黑暗世紀嚟去形容呢個歐洲嘅一段咁嘅時間嘅。咁所以話唔係歐洲永遠係超越中國，只不過係可能係近幾百年之間嘅事啫。係咪歐洲嗰一定係優勝啲咧？嗱，或未亦量嘅。好啦，咁東西幾時之交接咧？嗱，其實要講到東西交接呢，就牽涉到少少歷史背景啦。咁啊，當然啦，如果要講交通史嘅話咧，咁啊數到好遠，已經東西已經有交接，但係明確啲中國同埋西方有一個好正式嘅碰撞同埋交流咧，我諗咧要其實講到去清末。講到鴉片戰爭之後啦，西方嘅科技先至傳入中國，而呢一啲咁嘅科技傳入嚟嘅時候咧，又往往伴隨住火炮同埋咧一啲嘅戰船嘅喎，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炮艦政策底下入嚟咧，往往都係大家都會見到啊，有好多船堅炮利啦，又知道咧西方個科學知識啊、科技嘅能力咧係遠遠拋離中國啦。去到呢個時候咧，先至係有一個傳統嘅反思，係話究竟我哋中國人咧嗰個成個思維方法有啲咩問題咧？咁其實咧呢一個固然係講緊一個科學精神、科學知識嘅一個反思，但係咧其實咧佢背後有好深嘅文化意義㗎。因為一旦指佢比較緊成個科學精神嘅話，其實啊唔單止係一個科學精神，佢甚至係講到一個知識觀咧，都有好大嘅質疑㗎。對傳統中國嚇，陣間咧我哋就會一一去揭示一下咧，點樣去作答呢個關於科學嘅呢啲咁嘅題目啦。咁嗱，其實咧我喺呢啲方面咧都係一個門外漢啦，我只能夠咧教到大家咧，可能係適應考試用嘅嘢嘅啫。咁但係咧，如果話呢度有啲咩錯漏咧，我諗係好正常啊。以小弟咁樣嘅知識才學咧，的確唔能夠教到大家太多。但係咧，我相信應付考試嚟講咧，呢度係夠嘅。重申一次，去到呢度為止咧，其實都係只係解釋一下西方同埋中國嘅科技發展成就，到而家都仲未入到正題，仲未可以答到落考試卷嗰度嘅，所以去到呢度為止，全部都係唔需要背㗎，唔得，全部都係唔需要背嘅。OK，咁我大家下一頁。好啦，嗱呢度開始咧就比較緊要啦。OK，乜嘢叫科學咧？咁啊何謂科學咧？嗱，科學咧其實唔係一件物品嚟㗎，冇話一個電腦啊呢個幾科學啊呢部唔係咁樣嘅。科學其實係一套睇事物嘅方法嚟嘅，得唔得？咁係觀看事物嘅角度方法係一種概念嚟㗎。成個科學係一種精神，就唔可以話咧係一件具體嘅事嚟㗎。咁大家咧，如果係 Form 1讀過 science 嘅話咧，姑勿論你喺讀文科定理科，你都應該會記得嚇。你以前咧有啲 steps 㗎，包括咧做啲 experiment 之前咧，就會有啲咩observation 啊，然之後要做 hypothesis 啊，做一個 experiment 之後 analysis，最後整個 conclusion。呢一啲咁嘅方法咧，其實咧係一個科學精神嘅反映嚟嘅。佢係好相信事物與事物之間有一個咁嘅關係，係有一個恆常嘅規律，係可以透過不斷反覆嘅試驗而得到一個結論嘅。咁所以咧，其實科學定義係喺對一定條件下嘅物質佢嘅組成咧變化規律嘅研究同埋總結，係佢特
點咧係可以被重複驗證，可以證偽同埋自己冇矛盾。於是其實你要講緊科學，必須係講緊兩樣嘢嘅。第一咧，其實咧你有 logic。第二咧，你係亦都要相信自己嘅感官㗎。大佬，如果你諗下，你劏隻白老鼠，然之後話啊，我見唔到隻白老鼠啊，我唔知隻白老鼠嗰啲細胞係咪堅㗎，我望到啫，所以咁你係冇可能做到實驗㗎，因為大家都 base on 你個感官係去分析㗎。咁所以咧，其實咧科學咧都好 depends on 呢兩樣嘢。咁如果西方科學精神咧，大家要答嗰一，咁你答呢個科學嘅定義得㗎啦。仲有答呢個係一種觀看事物嘅方法同埋角度，就唔同即係唔係話一件物件咧等於科學嘅。OK，咁仲有啦，西方咧其實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嗰個邏輯嗰個思想體系，重視 logic 嘅思想體系。咁其實大家知道咧，邏輯呢兩個字咧就係譯自英文嘅 logic 嘅。咁所以成日都話，中國人冇邏輯啊，其實咧係堅嘅喎。你諗下，邏輯呢個字係西方先譯過嚟，即係話中國古代其實根本連呢個字啊，邏輯是什麼都冇啊，都冇一個人去解釋啊。其實根本就可以見到咧，其實可以從個名詞可以睇到，中國其實唔係好重視呢一樣嘢㗎。咁所以其實我哋話中國係冇邏輯，其實一啲都唔過分。冇邏輯咧唔係一個貶義詞嚟㗎，因為佢不嬲都唔係好重視呢種咁嘅思辨方法。好啦，我哋由呢度開始睇啦。嗱，好多時候咧，一啲古希臘嘅哲學家有一個唯理論傾向，佢哋覺得咧，只要掌握咗一啲理性，咁樣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去諗咧，先至得到一啲智慧，掌握到真理嘅。咁咧，佢哋好 logical presentation 咁樣咧，去做make 一啲 conclusion 嘅。咁例如話咧，佢哋覺得要判別一件事嘅正誤咧，必須係有兩個條件。第一咧，嗰啲命題係堅嘅；第二咧，就產生呢個命題嘅推論方式必定係堅嘅。咁咧，即係話呢一個係講個內容嘅。第二咧就係講緊推理手法，一定係真。OK，咁於是咧，例如我舉個例子啊，有啲乜嘢可以反映到其實佢係好講究邏輯嘅咧？可以講例如一個三段論式。三段論式咧就係有一個一定係包含咗大前提、小前提同埋結論嘅。好啦，我舉個例子，大前提係乜嘢咧？大前提就係凡係男人都有後屈嘅。小前提係小明係男人。於是咧，結論咧就係小明有後屈。呢句說話有冇可能錯咧？呢句說話係有機會錯嘅。點解咧？就例如話小明如果佢係女人嘅，咁佢咪唔一定有後屈咯。跟住仲有啦，係咪凡係男人就一定有後屈咧？如果呢句係錯嘅話，咁咪個結論咪唔一定啱咯。嗱，但係佢嘅推論方式係冇機會錯㗎。個推論方式好嚴謹，係唔可能有錯嘅。於是咧，我哋只能喺內容方面咧話佢錯，就唔能夠喺嗰個推理方面話佢錯。嗱，西方就係好重視呢一種咁嘅推理精神，佢覺得如果推理精神啱嘅話，又能夠掌握到一個正確嘅內容嘅話，就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結論，先至可以帶到一個真確嘅知識。於是咧就唔會好容易受一啲虛假嘅知識去蒙騙。呢一個咧咁樣求真啦，求理性啦，求一個推理相信自己嘅思維能力嘅一個咁樣嘅態度咧，其實咧就係一種科學嘅表現嚟㗎。好啦，嗱，咁至於中國又點搞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問題就係有科技而無科學。嗱，頭先嗰度中國其實有咁多嘅科技成就，但係嗰啲全部都係一啲產物嚟㗎。剛才就已經同大家提過，根本講緊科學就唔係一啲講緊科技產物嘅嘢，而係講緊嗰個思考方法。嗱，science 同 technology 咧係唔同嘅，science science 啦，同埋 technology 咧係兩回事嚟嘅。好啦，嗱呢一個咧，分別咧，嗱我陣間再同大家講講，因為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咁大家停一停先。